欢迎收听雅子有声诗。在这一集的有声诗当中，雅子要为您朗读一位女诗人的作品《那罗寻诗碑不遇》，作者吴颖。那罗寻诗碑不遇，作者吴颖。风摇摆不定，你的脚步可否放慢些？倾斜的桥面上，我害怕蛙声把旧事重提。芦苇等白了头，我是否来得太早？樱花因羞却不敢盛开，我流落的诗隐藏在错落的诗碑。其实一点都无所谓，待月圆之夜，呱呱会集体来朗诵我的歌。